台南的关庙面有影有够好食，这旧历7月就是台南关庙面的大月。不过已经是落雨落连续2礼拜，已经造成这出货上界大影响咯。是因为讲这做面过程上界关键就是爱将面拍好干，加在这2天南部有出日头，才会员工呢就赶紧加班，该赶出货。 咧溜面的人骹手真溜咧，先对后，才搁甲放伫咧柑仔顶，落尾一半一半的柑仔，才搁塞出去外口的铁架，要互面伫咧日头骹拍打，这就是做关庙面的制作流程。会互面食起来较 Q 较香。这2礼拜天气无稳定，定落雨，煞延着制面的时间，甚至影响市城的出货量。关庙区农会表示，伫爱趁好天的时赶工。 员工假日该加班，因要赶伫咧中元节进前出货。影响当然很大，因为我们农会的面就是标榜的就是纯日照，那只要是下雨天就没办法制作。像这个礼拜，这2个礼拜来连续下了足足2个礼拜，2个礼拜都完全没办法生产。旧历7月是面厂的大月，因为真侪人会买面来做贡品，不过天气变化无法度控制，上惊咧拍的时面淋着雨，全部就乌有去。 在地业者用温室的概念打造日头间，靠日头的烧力甲面拍打，嘛解决晒面未腐朽的问题。你讲天气影响袂是加减拢有啦，因为你落雨就无日头啊嘛。只是阮阳光屋伊有若开起来，伊就有伊的热能啊。寒伤寒，热伤热，全世界拢面对气候危机的考验。台南关庙区农会讲，气候影响整个做面的时间，目前因也未想出好的解决方法。记者咧新闻台南采访报道。